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5篇，弥迦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，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到3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的改变。咱讲忠心的仆人，用上帝的标准来做代志，必须爱遵守着上帝的诫命。这是咱伫过去这一礼拜的读经分享的中间一再提醒的代志。基督徒的使命原则，就是用上帝的标准来做标准。亲像咱昨读到这个《申命记》的记载所讲的，恁收割袂记即砸断去的册啊，毋通挖倒转去铁体，着爱留伫田里，互外侨、孤儿、寡妇因来捡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，着要时时祝福恁。恁所挽的橄榄挽一摆了后，毋通搁再去挽剩的，着爱将剩的留互外侨、孤儿甲寡妇。恁挽葡萄挽一摆了后，毋通搁去挽剩的，爱将剩的留互外侨、孤儿甲寡妇。倒爱下几日，恁捌伫埃及做过奴隶，所以我命令恁遵行这个命令。这就是上帝的标准以及原则，不但是爱去注意着遐个软弱的需要，更较需要去故意去行好。安尼生活的原则，咱也伫路得记的记载中间看到波阿斯的好意行为，但也嘛对波阿斯对路得所讲的话通知，当初时并毋是每一个产主，也是咱咧讲的犹太人拢安尼行。亲像先知米迦。这个指责以色列的领袖同款，圣经甲咱讲，以色列的统治者，恁着爱听。恁本底是应该主持公义，但恁反倒当怨恨上善良，介意迄个罪恶。你将我的子民活活来甲伊剥皮，佮对因的骨头剃落来肉。恁食我子民的肉，剥下因的皮，讲碎因的骨头，亲像切肉落鼎同款，剁碎因。有一天恁要呼求上主，但是我是无要回答恁，伊无要听恁的祈祷，因为恁做了邪恶的事。看来当初时的以色列的领袖，因不但无有存慈悲怜悯的心，佮做尽所有的歹代，用权势来欺负家己的人民。更较毋免讲因是用迄个真恶质的对待迄个软弱需要帮助的人啊。安尼情形伫咱现代称做霸凌啦吼，就是讲权势的压迫，伫国对国的中间，可能会造成侵略、屠杀。就亲像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希特勒，
以及即个纳粹的政党，也亲像最近苏俄对乌克兰，更较普遍发生伫中国政权对伫其他的族群，也发生伫缅甸、阿富汗、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等的所在。一寡情势真动荡不安的这个情形的中间，无论这个政权也是领导者，也是视牧者，因的宗教信仰，因是毋是有相信上帝？就像以色列选民，或者是现代的基督徒。这拢已经是违背着上帝的诫命甲旨意，上帝拢会无欢喜，伊就会来秉公审判。伫头前，咱提到着波阿斯的情景，伊是一位十足遵守上帝诫命的主仆。伊不但是对路德真好，事实上，伊对伊的仆人也拢真好，亲像朋友相款。波阿斯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，伊确实着遵守着迄个摩西伫申命记中心来交代的诫命共款，有一个真好的生命的见证。安尼情景也捌发生伫法国南平的乡村。法国真有名的画家米勒，伊就捌画一幅图叫做《10岁》，用这个乡村的情景来做描写的对象。伊所画的情景就发生是伫这个1857年左右的法国的农村。迄个时阵，参主完全按照着圣经的诫命的教导，互寡妇一家3代会当伫柴年捡这个糯米的麦穗。这幅图捌互人误解做米勒是用路德记的故事做画图的蓝本。其实这个联想是无正确的，但是若用《申命记》24章19节到22节的诫命记载来看，就对啦吼，这个基础就对啦。伫耶稣基督教导内底，就是将上帝的诫命实际伫成做一个生活化。耶稣基督颁布的这个新的诫命，虽然咱讲是新的诫命，但是事实上伊根本就毋是新的，咱是应当用新的生命态度来面对。耶稣基督伫犹太出卖伊的时阵，伊就甲伊的门徒讲，圣经记载，犹太出去了后，耶稣讲。现在人子已经得到荣耀啊！上帝的荣耀也伫人子身上要来显明。既然上帝的荣耀借着人子来显明，伊家己嘛要显明人子的荣耀，而且就爱即时荣耀伊。囡仔，我甲恁伫地的时间无济啊！恁将要找我，但是我现在甲恁讲，亲像我讲过犹太人的领袖，我去的所在恁袂回去。耶稣基督了后就宣布新的诫命，伊讲我用一个新的诫命，就是恁爱彼此相疼。我怎样疼恁，恁也着彼此相疼。如果恁彼此相疼，世间人就会知恁是我的学生。伫这所在无讲到完全的新的诫命，
伫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39节的记载，更较完整。耶稣基督安尼讲：你着全心、全情、全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是第一条，也是最重要的诫命。第二条也是同款，恁着爱听主边，亲像听家己一样。另外，伫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28节，结论来讲，就是基督徒爱用听人彼此相听来彰显听上帝的生命见证。若无的话，就会亲像咧讲先知米迦伊所指责的以色列领导者共款。诗篇15篇。上主啊，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你的布边？什么款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伊无用喙齿中伤人，伊嘛无陷害朋友，无四界造谣、诽谤厝边。伊的目睭藐视做歹的人，毋顾尊重敬畏上主的人。伊手段虽然家己刻开，嘛无改变。伊钱借人，毋是为着利益。伊无受暴露陷害无辜的人。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会永远徛在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成做一个忠心的主仆。无论伫读经、祈祷的生活、服侍的工作顶悬，拢会当忠心得主的欢喜，遵守新的诫命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